好啦，為黃老師幫大家講解未來嘅 DSE 嗰個嘅數學嘅趨向同埋一啲嘅策略性嘅嘢。好，第一樣嘢嚟講咧，同大家分享嚟講咧就係2026年取消嘅數學課題。咁同學話我而家考2025年嘅喎，咁2026同我有咩關係咧？正係因為2026年取消呢啲課題，咁即係點啊？咁你就會出呢啲課題，因為最後一次機會出呢啲課題。咁呢個嚟講咧有3樣嘅，一個嚟講咧就係極坐標 polar coordinates。嗱呢個嚟講咧可以係 paper 1或者 paper 2都有出嘅。咁我哋今年嘅學友社啦，就係卷1同卷2都係有出呢類嘅題目，咁請大家留意下咯。第二樣嘢嚟講咧就係16進制 hexadecimal。咁16進制嚟講咧係只會喺卷2嗰度有一條嘅多項選擇題問呢樣嘢嘅。咁我哋嗰個嘅學友社嘅卷咧都會有呢條題目。咁第三個嚟講咧就係立方和立方差 sum of cubes and difference of cubes。嗱呢個題目嚟講咧，我相信只會喺卷2嗰度出現，而且喺邊啲地方出現咧，可能就係甲部，即係 section A 嗰度嚟講咧，一啲嘅運算嗰度會出現，或者嚟講咧，如果係 section B 部分出啦，就會係考 HCF、LCM 等等嘅嘢，可能要利用到呢一個 A 立方減 B 立方，或者係 A 立方加 B 立方嘅時候。好啦，咁我哋嘅數學嚟講咧，分兩種卷啦，卷1同卷2。卷1嚟講係3個部分，就係 A1、A2 同 Section B， 每個部分係35分嘅。根據過往我哋嗰個嘅統計啦，呢個係統計翻近8年裏邊嘅一啲嘅情況啦，你會發覺到啦，有啲題目嚟講啦，基本上都係 Section A1 度啦，夾一部分啦，常出嘅。例如啲咩題目啦？你會發覺到我哋呢一個嘅指數嘅化格 index 嘅一個 simplification， 咁呢一個咧就係常出嘅題目。又或者第4個我哋因式分解顯示唔晒，唔好意思啊，唔知點解顯示唔晒啊 factorization 嘅問題。咁等一等啦，我哋。冇關係啦，我哋照講落去啦。即係有啲題目咧，你見到係年年幾乎都出嘅，咁嗰啲題目咧就係重要嘅。咁呢個嚟講咧，你會發覺到咧，總共有13類或者14類嘅題目。咁呢13、14類嘅題目啦，我哋嘅 Section A1 隔一部分咧，佢只會出其中嘅9題。咁我哋今年嗰份學友社卷啦，係用最大公因數嘅方法，就減咗9題常出嘅題目。咁當然你話，咦，有啲題目係呢份卷度冇喎，咁要自己去揾嚟睇翻下啦。咁當然嚟講啦，有啲題目嚟講啦，佢會係合埋一齊嚟問大家嘅。例如嗰個嘅坐標變換同坐標變換即係話我哋嘅平移 translation， 我哋嘅 reflection 反射，或者我哋嘅 rotation 我哋嘅旋轉，可能就會同極坐標 polar coordinates 合併嚟問大家嘅。咁啊，因為今年係最後一年啊嘛，所以大家留意呢個 polar coordinates 嘅問題。得唔得？唔可以 show 晒出嚟。OK。咁算啦，show 唔晒出嚟。好，我哋而家嚟講咧就係睇，咦，上翻一二先啦。好啦，呢個嚟講咧就係甲2 Section A2 部分嘅問題。嗱，呢一部分嘅問題咧，大家如果睇下由2020年至到2024年呢5年咧，大家睇到一個咩現象啦？咦，全部都係出呢5類嘅題目嘅喎，即係包括咩嘢咧？包括變數法 variation 嘅問題，包括有統計嘅問題，
包括有解釋幾何啊，裏邊咧就有埋個軌跡，即係 analytic geometry 或者 coordinate geometry 啦，有埋 locus 喺裏邊嘅。咁亦都會有呢一個嘅求積法 mensuration 嘅問題，即係我哋嘅面積體積嘅問題，又有呢一個多項式嘅問題。嗱，呢個多項式問題咧，近年裏邊咧，我哋發覺到啦，佢通常就分 A 同 B 兩個部分。A 部分嚟講咧，就考大家呢一個除法算式 division algorithm， 然後 B 部分咧就話個方程嚟講咧嘅根係咪 rational 啊、irrational 啊等等咁樣嘅問題嘅。咁另外嚟講咧就有呢一個完啦，就係咁多。咁往年嚟講咧都會有其他嘅問題，有陣時嚟講啦，佢可能喺我哋呢一個甲一部分冇問啦。例如話幾何嘅證明，佢可能跳咗喺甲二部分出現。不過近5年咧，你會睇得到啦，就係呢5題，所以請大家嚟講咧，預備好呢5題。咁我哋嗰份卷度啦，出嘅甲二部分 section A2 部分就係呢5題。咁啊，大家要熟解呢啲咁嘅題目啦。好啦，月報嘅題目嚟講咧，佢係有啲係短題目嚟嘅。15、16呢兩題係短題目，17、18、19咧就係長題目，特別係第19條終極嘅題目，考大家好高深嘅數學嘅知識啊，係一個綜合性嘅題目。另外嚟講咧，你會發到啦，分數係最多嘅第19題，可能就係12分，甚至到係13分嘅。咁呢一條嚟講咧，即係如果要攞5星，就要做好呢一條先至得。咁根據過往嘅年份咧，你大家睇到嚟講啦，第19條喺邊啲地方出現啦？有陣時係三角空間 3D 嘅問題，係 trigo 嘅問題嚟嘅。三角空間嘅問題，有陣時嚟講咧就係解釋幾何嗰啲 geometry 嘅問題，特別佢喜歡咧同埋呢一個配方法 computing the square 呢種方法合併嚟問大家，仲有啲咩喺裏邊啊？3個形嘅4心 four centers。合併埋一齊嚟問大家嘅，所以呢一條咧係非常之難嘅一條題目嚟㗎。咁當然咧，佢亦都可以係呢一個坐標嘅變換啦，即係我哋考呢一個transformation of graphs， 即係話例如我哋本身俾咗個 f(x)， 你揾咗我哋嘅頂點出嚟，我哋嘅 vertex， 咁跟住問我哋如果要揾負 f 括號 x+2， 然後再減3。咁呢啲咁樣嘅數字對我哋嘅圖像嘅頂點會有啲咩嘅影響？要你直接寫出我哋嘅答案出嚟嘅。咁呢個要大家預備好咯喎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 DSE 嘅新趨勢。DSE 嚟講咧，歷年都會有啲特別嘅類型嘅題目咧，叫解釋題。解釋題同證明題係唔同嘅。證明題咧，你要有後邊嗰個嘅理由喺度，特別係幾何嘅證明啦。你要每一步都要括住係咩理由。咁而家呢個解釋嘅題咧，其實要你一個過程解釋到你最後嘅結果。特別留意咧，佢用嘅字眼啊，最後嘅字眼。如果我哋嘅字眼嚟講咧，就 do you agree 咁樣啦。咁你最後嚟講咧，一定要答呢一個問對，即係話如果你同意，或者你經過一輪嘅計算。你係同意咁你咪答我同意或者我不同意之類嘅字眼。但係而家咧，佢改變咗問法嘅，問下，如果話 A B 等於 B C 問你係咪正確嘅，咁你應該答正確或不正確 correct or incorrect。即係佢問嘅字眼唔同，你係冇話次次都話我同意。人哋問你係咪正確啊嘛，你答我同意係冇分嘅。所以呢度嚟講咧，要執著嗰啲字眼啦。佢呢一部分嘅分數咧係15至到18分嘅。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下，都幾多嘅。105分裏邊佔15至18分解釋型嘅題目。咁第二類型咧就係解釋幾何類嘅題目，即係嗰啲 geometry 啦。咁喺呢幾年裏邊嚟講啦，佢都唔係提供圖像俾大家嘅，要自己畫圖。呢個畫圖嚟講咧，因為佢嘅提供嘅空間咧係相當多嘅，咁你應該用鉛筆畫圖，唔好用鉛筆啦，因為鉛筆錯咗你可以即刻更改啊嘛。好似我哋2024年
嗰份嘅 DSE 嘅卷有一條咧就係直線嘅問題，其實好淺嘅題目嚟㗎，但係好多同學畫唔到嗰幅圖，你冇圖冇真相㗎啦，你冇咗個圖，你根本就冇可能知道嗰條題目要求你做啲咩嘢㗎，所以即係要練習按文字自己畫圖，呢個好重要嘅。解釋幾個題，再一次強調係冇圖像提供嘅，要自己作圖嘅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咧就係求職法 mentoration， 即係我哋嗰個嘅圓柱體、圓錐體同埋圓球center、cone同埋 sphere 嗰啲公式咧，你要記。不過除咗記呢啲公式咧，原來近年裏邊 DSE 嚟講咧，佢會側重於嚟講咩嘢咧？係雙子形，讓你知道面積比同體積比嗰個關係。佢可能俾咗面積比兩個雙子形面積比，你即刻要開方，知道佢哋嘅長度比，然後立方就知道佢哋嘅體積比，係利用呢個比例嘅方法嚟計算嘅，就唔係純粹用公式進行計算，即係同我哋以前純粹練一啲公式就以為可以做到問題啦。喺而家嚟講啦，係呢一個係唔 work 嘅，做唔到嘅。好，咁統計類嘅題目啦，除咗你用公式定義計算機之外啦，其實佢好考大家概念嘅。統計咧一般嚟講咧就甲一有一條題目，甲二有條題目，甲二咧往往嚟講咧就唔係話純粹考公式，要考你個概念，你概念過唔到關咧，呢條咧就做唔到嘅。好啦，3D 嘅問題啦，即係三個空間問題，每年都會有嘅，可能出去第17或者第18或者第19個圖咧一定有嘅。咁呢個大家唔使擔憂啦，呢個圖會俾你嘅。而呢條咧佢有一個特點咧，係分 A、B 部分咧。A 部分咧其實係好簡單問題嘅，有啲同學見到呢一個 3D 問題就好驚嘅，其實唔使驚嘅，因為呢個 3D 問題嘅 A 部分咧就只係利用 sin formula、cos formula， 你就可以做到嘢㗎啦，分分鐘你可以攞到4分㗎啦。咁當然咧 B 部分咧就會考啲高深嘅，特別係空間嘅問題。咁呢一部分咧就要你對呢個空間有個透視感，你先至能夠做到嘢啦。好啦，卷2嘅 MC 而家係減少咗嗰個附圖，同埋有陣時嚟講咧，專登用一啲嘅文字嘅 coefficients 個 coefficient 咧唔係3個 x 平方，可能係 ax 平方大家嘅。咁呢度嚟講咧，順便強調一點嚟講啦，我哋嘅數學嘅 MC 題嚟講啦，佢有4個答案揀一個嘛 ，A、B、C、D 4個答案嚟講啦，全部都差不多係11題，11條 A、11條 B、11條 C、11條 D， 另外一條咧就會多一題。佢唔單止成份卷係咁樣樣嘅，而分開嚟睇，我哋嘅 section A 有30題，佢通常嚟講咧就係7條 A、7條 B、7條 C、8條 C、8條 D 咁樣樣嘅，即係有2個係7題，有2個係8題。咁如果你話某啲題目嚟講啦，留咗空唔識做，咁到最後點辦啦？你睇下邊個答案係你填嘅最少，你就填嗰個答案。你可以填晒同一個答案嘅，唔同中文或者唔同英文英文你話填晒同一個唔俾分，因為呢個係機械改卷啫嘛，唔係人手改嘅，佢唔知你係猜測嘅。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。好啦，呢度嘅考生注意事項咧，係考評局俾我哋嘅一個建議嚟嘅。佢話咧就係掌握一啲基本嘅數學課題，例如我哋中三學嘅百分率 percentage 不等式equality 同埋我哋頭先所講嘅求呢一個空間嘅圖形嘅體積面積之類嘅嘢。咁希望大家列出所有嘅步驟，同埋解釋如何由我哋前面嘅嘢得出後邊嘅嘢，就唔好淨係寫個答案，因為淨係寫個答案，你個答案啱啦，可能淨係俾1分答案分。咁呢個請大家要記住喎，你唔好話我猜咗個答案係幾多，咪最多咪俾1分你咯。好啦，咁定義所用嘅符號，因為有啲同學嚟講咧用咗啲特別嘅符號啦，有啲符號係公用嘅，所以冇問題嘅。例如 ASGS， 你寫 R， 咁大家都知道嚟講係 common ratio 噶啦，就唔會質疑你嘅。咁如果你唔係寫 R， 寫個 K， 咁唔該話俾人聽，你個 K 係咩嚟嘅？
咁當然啦，有需要嘅時候填單位呢個一定要啦。佢有一條咧就專登考單位嘅。如果係其他嘅題目，你話我冇寫單位，甚至我寫錯單位，明明呢個係面積應該係 cm 平方，我寫咗 cm 立方都唔求你分。但係有一條係特別同單位有關嘅，需要化單位咧，嗰條一定要清晰地列出你個單位嘅。咁啊，另外佢建議咧就話同學對統計嘅名詞同埋應用有更好嘅理解啦，多做涉及需要為答案提供解釋嘅練習啦，發展呢一個 3D 嘅一個空間感啦。咁啊，三角過程裏邊特別係三角題啦。咁大家知道咧，要利用計數機啊嘛。佢呢個題意嚟講咧，就盡量用計數機嘅記憶空間去儲存。其實我發覺到呢個係冇乜用嘅。正確嘅做法嚟講咧，就係話，例如我要求 A、B 嘅長度，你利用咗sin formula或者 cos formula計到 A、B 係啲咩數值，就要攞5個位，然後嚟講咧，因為呢個係答案，你就變成咗3個位嘅答案，然後補翻單位。咁如果我哋嘅 B 部分要用到 A 部分嘅結果啦，咁唔該用 A 部分5個位嘅答案擺落去做，咁你個答案先至會更加準確嘅。好啦，探索不同部分嘅相互關係，因為長題目啦，其實佢俾咗啲提示你㗎啦。你做 A 點解要做 A 啊？因為做 A 咧，預備將 A 嘅結果擺喺 B 度，然後擺喺 C 度，層層咁做嘅。其實香港啲題目啦，可以話係好深嘅，嗰啲長題目非常之深嘅。但係我哋分咗 A、B、C 咧，就令到個問題嚟講咧，變得可愛好多啦。如果淨係一步到位，好似國內嗰啲嘅出題啦，淨係我要你做啲乜，咁好難嘅。香港啲題目咧就會去到咁嘅深度。不過我哋係分咗 A、B、C， 咁令到啲題目啦可藹可親好多，你就可以做㗎啦。好啦，特殊解題技巧，解不等式組嘅時候咧，基本上嗰個我哋知道啦，佢都係會考咩嘢咧？會考大家嚟講啦，符號嘅改變，即係個不等式裏邊可能你要乘或者除一個負數，你記得要改變不等號嘅方向。喺呢度嚟講咧，佢一般嚟講係2條式子啫，唔會3條。請大家放心，2條式子得唔得？係用 and 或者用 or 嚟連結。咁你要知道 and 咧就係公共部分 ，or 咧有因應嘅部分都係你嘅答案嚟嘅。好啦，因式分解問題啦，我哋發覺到咧，好似舊年2024年嗰條第3條嘅因式分解啦，佢有3項要求你進行因式分解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係利用交叉相乘、試算正確嘅數係咁啊嘛。不過大家都用計數機㗎嘛，可以揾出個答案。原來仲有一種更加快嘅方法，因為佢係 A、B 部分。A、B 部分嘅意思即係話，你用 A 嘅結果嚟做 B， 你用 A 嘅結果嚟做呢個 B。換言之 ，A 嘅答案同 B 完全有關嘅 ，B 可能係5項，A 咧就係3項，3項已經係 factorize 咗啦。咁你做 B 嘅時候咧，仲有2項啊嘛。其實嗰2項嘅 factor 正係 A 嘅 factor。換言之，你唔需要慢慢揾 factor 嘅，你由 B 嗰度一眼就睇到有個 factor 喺度，然後就知道可以利用 B 反過嚟做 A 部分嘅問題。好啦，求格過嘅問題嚟講咧，亦都係好難嘅條題目。不過俾大家嚟講一個提示啦，原來你只需要指出integrate，我哋要求嗰隻 angle 係邊隻角，例如呢隻角係 AMN， 你寫低呢一步咧已經有分嘅，你唔使做㗎。即係要做咧，提醒大家呢條要好花時間做，記住大家即係話初次做到嚟呢一度，你發覺到要花好耐時間做落去啦，呢條唔建議大家做落去，因為時間多唔係代表分數多。呢條咧就係好花時間，但係分數嚟講咧，例如求2個面嘅交角你會發覺到可能俾3分你，其中一分咩嚟㗎？指出邊一隻角係你要求嘅角，咁已經有1分啦。咁請大家留意呢樣嘢咯噃。好啦，咁至於 AS、GS 同埋呢一個不等式啦，呢類咁嘅混合題目啦，喺 Section B 嗰度啦，而家係出得比較多嘅。咁大家要做好呢個預備AS、GS 好，最後嚟講咧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説話：
生命嘅意義不在其結果，而在其成長鍛鍊嘅過程中，生命是否豐盈。咁大家考呢一個 DSE 咧，其實係大家一個好大嘅考驗。咁希望大家嚟講咧係努力，無論最後嘅結果係咩嘢都冇問題，都係你個人生生活裏邊嘅一個過程，一個得著嚟嘅。咁另外咧，我想補充一點。好啦，呢度嚟講咧有本書係本人寫嘅，我唔係叫你去書館買啊，因為我擺咗兩本書喺學友社度。我哋圖書裏邊咧有好多嘢咧，我哋其實係冇可能喺咁短時間裏邊同大家講解嘅。咁希望大家嚟講咧，如果有時間啦，去學友社借呢本書嚟睇，直接喺學友社嗰度，佢有溫習室啊嘛，你喺溫習室度睇下呢啲嘢。啊，呢本書唔好意思，暫時只有中文版，因為呢本書係課2026年嘅。2026年，即係話我哋前邊有3個課題啦，佢係冇嘅，而係多咗個課題，你哋冇學過嘢嘅。啊，咁如果大家有感興趣或者想知道，例如話數學度會唔會有啲咩嘅錯漏嘅嘢咧？咁請大家嚟講啦，可以喺呢本書度揾到呢個結果。呢本書叫咩？數學一本通，換言之一本解決晒大家，不論係 Paper 1、Paper 2溫習嘅部分，乜都有嘅。好，好多謝各位。